新北地检署今仔日侦结家人王大陆嫌作弊案件，经过调查，检方认定这姓陈的主嫌利用家己身躯的欠缺，涉嫌伫咧10年内替这爱作弊的人去做体检，互因会当嫌作弊，依法起诉王大陆等24名役男和4名集团的成员。 伫碰西无啊，乌石翠庵台北车站集合，艺人王大陆伫今年3月互检警查出闪病药失败，在乌台北市社会局社工科做替代药，共案牵连的阁有一位。你花了多少钱赏金？ 包含歌手陈零九、模范棒棒糖的艺人威廉、李川、戴金，special 警团员体地等等有24位艺人名人的闪兵役集团引起社会关注。昨日检方宣布侦查终结，起诉28人。陈姓被告等27人均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之10男子以不法方式变更体位避免征兵及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任王姓被告涉犯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专案做手的姓陈的主嫌，也有3位集团的成员，伫2016年到2025年1月期间，联络24位闪兵役的男性，并且利用家己的病来犯案。姓陈的主嫌会伫役男初检了后，要求前往指定的门诊，并且经过禁气、冒名顶替等等的方式来得到重度高血压的诊断证明书，过来请役男申请变更体位复检，并且伫复检的时申请自费挂24点钟血压监测记录器，再个由做手的人代替量。都是3赌5对啦，那基本上都是说要现场要核对，确认是同一个人，我们接下来要如何确保一个人回去都是带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申请复检的部分，它是跟其他一般的民众安排在那个诊间去做检查，特别有发文告诉医院说一定要加强人貌的核对。检方目前认定27位被告拢涉嫌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也有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外，王大陆更加因为长期伫境外，煞甲身份证甲健保卡交予主嫌冒名来看医生，倒来台湾了后，以判件做理由，向户政事务所、健保署申请补发，也互依照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提起公诉。也拿姓陈的做手的主嫌利用制度的空帮甲役男来造假，描出763万接济报酬，检方也建请法院来判重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